在那个灿烂的年代，回忆如同一杯香醇的老酒，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醇厚。人们总是对过去的事物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，无论是那些脍炙人口的老电影，还是让人心驰神往的经典游戏，都成为了一代代人的共同记忆。这些怀旧的元素不仅仅是过去的相纸，更是一种文化的承载体，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寻找到一丝温暖或安慰。老电影的魅力。在电影的黄金年代，许多经典之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那些电影不仅有著精湛的演技，还以其独特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情感共鸣打动了观众。比如，1954年上映的《日落大道》便是一部关于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自我反思之作，透过主角的视角，让观众看到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与残酷。再如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的惊悚片《惊魂记》，不仅成为悬疑片的经典，也奠定了心理惊悚的基础。观众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那个淋浴场景，伴随著令人不寒而栗的音乐，希区柯克将恐惧的本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而那些色彩斑斓的音乐电影，如《西区故事》，则以其优美的舞蹈和音乐吸引住一代又一代的观众。这些电影不仅展现了艺术的魅力，更是在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反映了社会变迁与人心的挣扎。怀旧的情怀不仅让人回忆起那些熟悉的旋律，更让人感受到曾经的青春与激情。经典游戏的复苏。除了电影，老游戏同样在怀旧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位置。对于许多游戏迷来说，那些8位元、16位元的经典游戏如超级马里奥、塞尔达传说等，无疑是童年最珍贵的回忆。游戏的简单画面和直观操作，却能让玩家在虚拟世界中体验到无穷的乐趣。这些游戏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，除了其创新性的设计，还有那种挑战与成就感的完美结合。比如，在超级马里奥中，玩家需要操控马里奥跳跃、收集道具、打败敌人，这些简单的操作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。每一关的过关挑战都成为玩家心中永恒的印记，让人难以忘怀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怀旧游戏也逐渐迎来了复苏。在当今的游戏市场中，不少公司开始推出复刻版和重制版的经典游戏，让新一代的玩家能够体验到那些旧时光的魅力。这不仅是一种商业行为，更是一种对于经典的致敬。玩家在享受这些游戏时，似乎也能感受到那些早已逝去的年轻时光，心中不由自主地涌现出一阵怀旧的情怀。怀旧与当代文化的交融。怀旧主题的盛行，也使得当代文化中充满了各种回顾过去的元素。无论是在音乐、电影还是游戏中，经典的元素无处不在。许多现代的创作者从老电影和经典游戏中汲取灵感，创作出新一代的作品。这种交融不仅仅是一种借鉴，更是对于文化的一种延续。以音乐为例，许多当代歌手和乐队在创作中会融入一些怀旧的元素，比如使用老式的乐器，或是重新改编经典歌曲。这样的方式使得新作品在保持现代感的同时，也能让人感受到昔日的韵味。这种现象在流行文化中越发明显，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，对于怀旧的情感愈发强烈。电影方面，许多导演也开始关注如何在作品中融入怀旧的主题。不少电影以老电影或经典故事为背景，重述那些曾经被遗忘的情感与故事，让观众在欣赏新作的同时，回味旧时的情怀。这些怀旧作品往往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，使人们重新思考那些早已被忽略的情感。怀旧的意义。怀旧并不仅仅是对过去事物的追忆，它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，人们的生活节奏愈发紧张，怀旧的元素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情感的归属感。无论是重温一部老电影，
还是再次体验经典游戏，这些行为都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安全感与熟悉感。这种怀旧情怀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于历史和文化的认知。通过对于过去的回顾，人们不仅能够理解自己的根源，还能够更好地把握当下的生活。怀旧的文化不仅是对个人记忆的追寻，也是在寻找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方式。结语：在这个充满变极的时代，怀旧主题依然占据住人们心中的一席之地。老电影和经典游戏，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，始终承载住一份珍贵的情感与回忆。这些怀旧的元素不仅让人回忆起往昔的美好，更让我们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种永恒的依靠。怀旧或许正是我们与过去的一种深情对话，让我们在生活的洪流中依然能够记住那些光辉的瞬间。